道屏东县最高学府在哪里吗？屏东市内埔乡，哈哈哈，都不对，是在雾台乡的雾台国小啦。有去过吗？不妨跟着我们一起去走一趟吧。你现在看到的是雾台国小的校门口，校门口里面附着许多传统的图案。我们学校这棵榕树已经好几百年了，里面附着许多小昆虫，是你们看不到的，所以接近这棵树要小心哦，不要被昆虫咬到。我们校园围墙的墙壁是过去以前的学长学姐们画的作品，有特殊的传统炉盖石板座椅，是我们举办户外活动时最佳位置。现在我们来慢慢欣赏过去学长学姐们拍的这些图。我们的司令台也跟别的学校不太一样哦，也有刻上了我们卢凯族最传统的东西。这是我们6年甲班的学生。大家好，我是6年甲班的班长董慈恩。这是我们参加收礼活动所拍出来的照片。这些图是我们5年级暑假所画的图，这些图也是我们班上画的最好。现在我们来到的是5年甲班的教室，请你们用你们的双眼慢慢欣赏他们所画的作品，因为他们画的比我们班画的还要漂亮，他们班又比我们班的还要有智慧。现在我们就来慢慢欣赏5年甲班的作品吧。嘿，大家好，我又出现了。你看他们班的人上课多认真啊，都不会吵吵闹闹，像我们班的一样。他们班的老师是我们本校最帅最酷的老师，也很幽默。这是他们班的何荣，这是他们班的2小姐对。现在我们来到的是4年甲班的教室，他们班在本校是第2多人数的班级。他们班至于没有人的原因，是因为老师在办公室做事情，小朋友现在是下课时间，所以全部人都通通跑出去玩了。现在你们所看的是我们全校最活泼的班级3年甲班。现在你们所看的是我们全校最爱装可爱的班级，最爱装帅的班级2年甲班。现在你们所看到的是1年甲班，他们现在所上的课是美劳课所以每个人都在专心画自己的作品，不看镜头。现在他们班的学生，他们上课很认真。
以上就是走一趟屏东县最高学府，有没有很美？虽然没有很特别的东西，可是有很重的传统味。以后要来屏东，一定要来这边哦。